金巴皇后拍子彈下，開始實測要啦，鋪一個白牌，第二個白牌先至開始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咧就另外前冇 B 嘅啦嚇。好，前冇 B 呢度去左邊西角頭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跟住然後入歌第一段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二段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副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間奏呢度合咗嘅，做一個數4拍先嚇，1、2、3、4，跟住然後咧就去做翻個前舞第一個白拍嘅動作，呢、個細個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二個白拍轉圈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去到後邊得㗎啦，跟住又再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又再加多一個白拍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咁就再重複嚇，重複個好似係副歌，跟住咧就結尾段啦嚇，結尾段嘅時候咧做完呢、個做2大次嘅副歌嚇，做完呢、個做2大次嘅副歌咯，咁跟住咧，然後咧就係呢度1、2、3、4、5、6去到6先，然後呢個係7、8，然後擺翻去左腳2、2、3，呢個係4 ending 㗎啦呢個。